莲灾民今仔日被领5万块，罹难者家属有100万，不过现场状况真济，民众无证件，嘛有人是细厝，无通随领到钱。今日48岁查甫人举刀仔甲3个人拄着伤，警方发现伊有伤害的前科，今年9月才拄放出来，搁再犯案，动机还在调查。高雄市有人用假年无证咧骗钱，社会局表示，目前有3个人受害，除了照李孝发加罚钱以外，也有报警察来处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3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对今仔日开始，这花莲县府就要来分5万块的现金给灾民，这罹难者家属是有100万。也毋过，这现场的状况是真济，有民众无证件，嘛有人因为是细厝，所以无通随领到钱。也那现场的情形，咱随交互台记者林阿选甲柯明哲。是主报今日公户乡的居民会当开始领5万块的现金，因为现在是较晚到，所以人也较少。不过对透早画面中会当看到，但是早起开始领钱时，排队的人阵较济，所以也出现现场较乱的情形。有真侪人来到现场，钱无领到，和工作人员未拄好，也有民众因为证件雨水抢走，健保卡无相片，无法度确认身份，无法度领。也有真侪民众因为是租厝的，但是细厝的民众爱等到拜二才有通领，白走一撮。咱来看现场的画面。都被冲走了啊！证件保卡而已。距离目前要开放。常常可以申请，常常可以申请身份证。大姐，你的身份证被冲走了？对啊，就整个都冲了啊！连我的印章也冲走了啊！那因为现在现场的都是有涉及的，那像这种特殊的，我们今天可是他定期也只有1份给我们啊，他那里也没留底，他怎么知道？他就是依这个，他没有涉及的，就是10月7号要到月底都可以到光丰总会去领。我们都会补助，不管是房东或是实际居住都是受灾户，所以我们都会双重认定。可是实际居住就必须要有这些证明，我们才可以发，不然其实会有一些金钱的纠纷。花莲县政府指出，领现金的时间是对10月初1到10月31，每天早起9点到下晡5点。目前预估有2000多户会当领钱。今仔日先针对有户口的民众，其他租厝的民众，要等到10月初7才会当开始领钱。今仔是先针对有户口的民众会当领，若是无户口的民众，就要等到10月初7以后才会当领。另外，若是有证件去有最强去的民众，这个县府是建议会当先到光复乡的户政事务所来做办理。以上是记者陈选柯敏哲伫咧花莲连续报道，咱个时间交互主播。好，真多谢这阿选甲并这关心这花莲公户乡呢，即届就是因为崩山湖来做大水，行政院伫丹那市特别条例增加200亿的预算，要来帮助花莲的灾后补助甲重建。其中伫慰问金这部分呢，上无是投入5亿的经费。伫后礼拜二进前，各部会会伫灾区来设服务平台，互灾民会当做一届来申请。副总统萧美琴初日下晡，搁一摆去花莲探视慰问灾民，听地方的需求，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经政协调所。以这个居民的生活所需优先，那后续也是希望能够在中秋节过后那个礼拜，能够让学生至少视讯哦，那或者是再隔1个礼拜学校的相关的设施也能够让学童也恢复正常的上课。马太安崩山湖溢大水是重创花莲公户乡，行政院长杜英台初日主持宴会，开场就带领与会者默哀1分钟，甲罹难者致意。会后公布中央部会提供的灾后慰助方案，其中灾民慰问含津助金含辅助金的部分，死亡含失踪者是100万，重伤者25万，死的儿少含4大人含身障者，大概人津助2万块。逐户的工园清理、护管慰助金拢总15万，细厝的逐户逐个月上济10000。也是选安全紧组，另外针对水电地组的减免，且受损保费上悬达大5万。原住民的部分急难救助，大概人上悬10万。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设置之后呢，会尽速到各村或者是部落，或者收容所，或者是公所，那么来接受民众的咨询，包括受理申请，尽速来发放。针对农村的部分，会提供天然灾害救助；产的部分，10公顷上悬补助流失10万，红台起5万，而且会提供产业辅导措施。另外，针对受灾的中小企业，提供给力的复工贷款，上悬50万，原本的贷款利息减免等等。制造业部分，我们主要提供的是针对它的相关设施设备的修缮补助，以200亿元为基础，提出丹纳斯台风及72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的修正，以及特别预算的追加。
同时呢，也会补足各项的重建计划的所需经费，不会因此排挤到原来丹纳斯灾区在协助工作上的排挤效应。并且伊表示讲，各部会提供的灾后卫造方案，拢总25项，投入至少25亿的经费。后礼拜二，各部会会去灾区联合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直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愈近愈简单愈好的原则来发放各项救助金。记者综合报道。这回在马太安溪崩山湖做大水呢，是隆重造成18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去。当地居民讲，其实迄天呢，这村长甲警察车拢有公报，也毋过一寡部落的时段呢，毋是听袂清楚，就是听拢无。所以部落青年是认为讲，应该爱改用时代较惯写这原住民的母语来甲放送，安尼时代才听较有。江河乡的林家厝无闲咧摒扫6公梅，居民讲受起崩山湖迄天，也是心惊惊。受到灾害发生进前，当地居民讲虽然有听到广播，但是也有人听无清楚内容，也有人唔知影伊咧讲啥。那我们就听不到，只是有听到广播而已，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很快就过去了。应该是用国语吧？就是国语跟台语2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县政府已经有预警。所以预留准备要留下来。花莲的江河乡有带汉人，也有带原住民。代志发生迄天，公布爱民众撤离的有警察车，也有村长的办公室。当地的原住民青年认为，因为遮大的时代较济，爱用母语公布，才会当真正传达信息。这边都是阿美族的，所以我们就会先用国语讲一次，然后再讲阿美语，所以就是这边没有受困的，或者是有受伤。当时大马村的村长就是用这个放送头，爱民众赶紧撤离。不过考虑到当地时代可能听无华语，所以要用阿美族语，爱民众赶紧撤离。民众认为，若是面对灾难，居民无法度知影广播的内容，可能就会影响到避难，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也爱提供阿美族语的广播。对此，花莲县府也特别澄清，广播有建立 SOP， 内底包含爱照当地居民的语言习惯来做放送。针对当地的语言以及习惯来进行播放。那我们目前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国语以及当地习惯的语言来做传播。县府也表示，无论是村长的广播、警察车，也是消防放送，拢会要求按照当地母语来做通知。未来也会要求落实，确实做好传达正确消息给民众。记者第一线柯敏哲花莲报道。来看这座崩山湖呢，伊即马水量是继续咧减少，目前也是维持红色的警戒。空勤总队呢是有飞去咧顶悬甲看，也来按这水位观测的浮动。也毋过这座天然坝呢实在是无够载，所以直升机无通歇伫咧顶头。即马学者是认为讲，目前上界需要注意的，就是对水头落来的这水量。直升机吊挂特殊教官要甲人送去崩山湖的坝体，不过接到涂骹踏出去2步，人就从对顶悬扭起去。画面阁扭较近来看，教官的骹是规个纳入去6公尺内面，连人要徛好在拢有困难，阁免讲互直升机停泊伫遮。林保署花莲分署再去申请直升机飞到湖区，落尾降落困难，但先装好小型水位观测浮标。这要概略去测量湖区水深的分布，后续就会去再进行水下地形测量跟进行水位计的安装。不过这部分必须要直升机能够降落，我们人员跟这个设备才能够下去。一透早6点出动的空翕机是翕到崩山湖顶悬是蓬蓬影。农业部讲，虽然伊的量体是明显缩小，但是嘛是持续在崩。高层超过3亿远的土沙是83%踏伫坝体。学者伫在后做模拟，讲即马主要的风险毋是坝体的脱水，颠倒是对水头来的来水较有风险。坝的溃决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主要风险，这个水体的瞬间往下冲，其实量体非常低，而比较需要担心的是上游进来的洪水量是多少，大概会增加1/4的流量。若是水头有1000 cms 的大水，会增加到1260 cms 冲起水尾。有警分嘛进一步模拟，若是超过1000 cms 的大水落来，主要受灾区同款会是南华、佛祖街这边，但是北华嘛会受影响。水利署是持续疏浚和补强补华来应用，但是中央嘛决定讲，当地只要24点钟累积的雨量到100毫米，就会随发警报。将会透过通报单跟细胞广播，运用警报系统，采用与
海啸一般的冥想进行避难的这个作业。帮山嘛是爱将水位计来监控，这当对水位的变化来掌握感受新的帮山。林保署讲持续在试，另外上新的青苔袂得暗算对灾区的影响无大，不过即马同款是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表示讲，要降级有几个要件，包括天候稳定、霸体稳定，还有雨路敢有疏浚、爆花敢有加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有一个48岁姓区的查甫人呢，昨是举刀仔甲人拄着伤，有2个小学生甲一个查甫人送病院去急救。落尾这警方抓着人，佮查着伊伫2015年的时阵都有伤害的前科，今年9月才拄放出来，佮再犯案。这犯案动机还在调查。对监视器看到这个姓区的查甫人举刀伫咧超商头前看到人就抬，有2个查某囡仔甲一个查甫人受伤。代志发生去当阵，查某囡仔袂飞走，有一个女子冒险冲去甲被抓掉的查某囡仔救出来，并且大家惊甲大声叫。姓区的嫌犯抬人了，走回去厝内举刀甲警察相向。警察举枪喊声，叫伊甲刀放落来，伊唔听，就坐遐一直看警察。要支援警力到现场，先分散去注意，向2枪电击枪，甲人压在涂骹。要嫌犯被逮捕，押去哩警车，也那受伤的2个查某囡仔，其中一个人伤势较严重，都边胸腔被擦伤，有危险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左边胸部大概3到4公分的一个刺入伤，这个部分我们做了电脑断层之后，发现很明显的血胸、气胸的情况。我们之后稳定之后呢，预计会转到中国医药大学的那个医院做进一步处理。一个姓区的查甫人，今年9月拄出家，伫林里中介做无久。警方讲，伊10年前也捌伫咧超商抬伤4个人，被判8年8个月，是一般毒品列管人口。因小弟讲，敢若是食毒，情绪无稳定。这几天有干嘛吗？没有啊，不晓得。对，就你们俩兄弟住了。对，他有结婚吗？没有。警方会继续调查嫌犯抬人的原因。苗栗县政府初三也伫学校的周边启动活动勤务，保护学生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彰化有一间准公共幼儿园是互验出有苦毒甲性侵害的事件，10天内就发生100多改。这受害家长是指控县政府呢无任何退场的机制，而且2改调查标准呢拢无啥相像。县政府是表示讲，即摆呢除了是发这教保员以外，幼儿园未来一档也着减少招生。要替囡仔换衫，囡仔说伊直咧吼，因为伊伫幼儿园互教保员不当对待，造成伊出现反抗的动作。那是安尼，共校其他囡仔佫出现因为惊米伫刀仔骹的状况，无想要去学校是为着自我保护。被害幼囡仔的家长初二当街出面指控教保员。洗澡的时候不让脱裤子，然后双脚夹很紧，一直喊说屁屁痛痛，然后我们才发现了他私密处有受伤，孩子才慢慢说出一些事情。老师拉着我的手去撞墙壁，某某同学被老师关在厕所里。专案伫调查了，发现教保员伫短短10天内就出现高达158摆不当行为。另外，社湾的 NGO 团体批评讲，专案2摆的调查标准拢无同，竟然是对无直接证据，变作情节重大。这个准公共幼儿园应该要即刻退场。退出准公共化的机制，好，不然你会让更多的家长认为这是政府核可认定 OK 的幼儿园。家长嘛批评讲，要求要调幼儿园的监视器，说真侪摆拢互拒绝，希望教育单位做伙处理。我们目前也在订定各地方政府在处理跟受理民众去调阅监视录画面的一个注意事项。该名教保员裁处23万元。幼儿园违法及管理不善部分，台处42万6千元，并自114学年度下学期减少核定招收人数20%。对这彰化县政府表示讲，已经采取教保员，佮甲伊停职3天，幼儿园的部分是减少1天。嘛强调讲，对家长调监视器的权益，8月初已经函示各教师，未来会照函示的结果来进行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高雄市一个生出的查某人呢，伊是用假的年保证甲咱拐钱，这家长定金付落，煞等无人来，钱也讨袂回来。社会局是表示讲，这个假年保呢，进前嘛要安尼做，目前已经有3个人受骗，除了照离校罚甲罚钱以外，也有报警察来处理。
他是去网络上，然后去找我们的保姆有 PO 那种就是合格，把它download下来。伫网络顶关找别人的灵母合格证书，然后甲身份证号码改做家己的，欺骗家长签约。高雄一名生出来查甫人，伫7月份就摆用同款的手路骗家长签约，加在迄当阵保护定金。受害家长有向社会局检举，冇报案，请警察家己检视侦办。想不到这个假灵母唔知悔改，最近有一位家长已经付2万8，互假灵母落尾找无人。社会局表示，目前拢总有3个人受骗，敢若一位是已经先付定金。前几天我跟他联络，他有回，对，然后我是跟他承诺到今天晚上10点没有拿到款项就是报警，然后我其实也有告知他说我不是只有我。一般来讲，若是要申请补助，拢会找有保姆证的。但是因为最近这虐婴虐童的代志伤多吼，阮若是找家己熟悉的，也是人推荐的，较放心啦。啊，无保姆证嘛无要紧。民众认为找有合格证书的灵母来骗囡仔，佫会当请补助，想不到有人用假证件来骗人。社会局表示，高雄市目前合格灵母有3000多位，民众只要去网站，拢会当查到相关资料，而且嘛当进一步敲电话去集团中心查。更加了解这个保姆以前，伊顾这囡仔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吼，还是服务态度安怎吼？啊，还有签约的时阵，你应该注意啥物细节？啊，收费标准是安怎？这居托中心最清楚。社会局已经协助家长对这名生出来的灵母提供伪造文书、甲早起罪，身份红头经的受害灵母冇报警侦办，同时按照离校法对假灵母罚6000至3万块。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后礼拜一就要来过中秋啊，袂少人呢是会买两人酥来送人。伫彰化市有一间两人酥店，并啊中秋的时阵，这人客就安尼插，甚至有人是透暝就来排队，结果嘛出现一寡排队的乱象，毋但是影响到交通，这附近店头甲徛家嘛真歹出入。天才拍曝光，路下就出现侪排队的人阵，拢是为着要买两人酥。大家透暝排队，现场状况嘛真混乱，有人用椅仔占位，甚至佫有人插队。小姐，我们都是11点半多来的，还有2点多、3点多，还有阿北是10点多来的哦。你要不要想清楚？你7点多才来哦，你确定你不走？彰化市一间两人酥店生意真好，为着应付中秋订单，店头为9月14到10月初2暂停营业，初3开放现场买卖，车路边排队的人热长，唔但影响交通，附近店头甲住户嘛拢真歹出入。那是影响啊，店门口靠着拢有排队，出入较无方便吼。看到蛮多老人家带着椅子坐在那边，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坐着没有，可能视线比较低，开车的可能会没有注意到。然后这边蛮多公车跟大车在跑的，也蛮危险的。面对这排队人阵影响交通，警察局表示会加强巡逻，而且要求店头爱做好排队管理。辖区排队名店不二房、蛋黄酥于中秋节前夕采买人潮络绎不绝，造成大排长龙。本所已编排巡逻同仁前往周边加强交通疏导，违规停车取缔及劝导排队民众注意安全。警察表示，已经加派卡手伫现场巡逻管制，呼吁民众排队嘛是爱守规矩，千万唔通乌白停车占用车路，则袂两人数也袂买到，等到因为违规先来食罚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家己的东井呢是蚵仔的产区，也毋过今年是因为风台的关系，所以这蚵仔呢收成无介偌好。也毋过这阵这市面上呢是出现用进口蚵仔来假做是东井蚵仔的状况。蚵农甲餐厅业者是真烦恼，讲这恐惊会影响到东井蚵仔的名声。蚵农是咧拍开蚵仔壳，甲内底蚵仔肉摕出来，家己管东井的蚵仔即马开始大出。蚵农讲，今年因为风台收成有受影响。就听讲市面上有进口的蚵仔来假示东石蚵仔的状况。因为人你这边较俗，啊，咱这边价钱拢差不多，啊，不过因量济较俗，影响真济哦。餐厅的杜子用在地蚵仔来炒料理，家己县东石是蚵仔的产区，中秋连续假期来到东石买蚵仔的民众，嘛会带动地方的消费。在地业者就表示。进口的蚵仔假做是东石蚵仔，若是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对东石在地产业会带来真大的伤害。进口科就是安尼，这是市场的迄个就是机制啊，伊来蚵仔济，咱遮就无法度卖得较好的价钱。所以我嘛希望政府真正要好好把关。那如果说有些外面又假借我们东石这边的
对不对？就是用我们东石鹅的名称。那如果客人吃出问题还是什么，多少会品质会受到影响啊。进口科真的就会有那种鹅啊的腥味，所以很多人说不敢吃鹅啊，我觉得应该是有吃到进口科那种不新鲜所影响的。鹅农表示，进口甲在地鹅啊，为外观无法度看得出来，只有食过才有法度感受。这是因为进口鹅啊需要运送的时间，所以新鲜的程度无法度甲当地产地来比。民众买的时阵，也是爱找有信用的店家才会较安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有一个合作花价咧替人洗肠的这公司的员工呢，是要来申请霸凌的调查。也毋过外部来的这调查委员呢，煞是替公司处理劳资争议的律师。另外，这劳动部新的修法草案是要限制调查委员的资格，这也正做是议论的重点。即马劳动部是回应讲，这修法呢会伫个细节来补充，也会照庭事来保护申诉人的权利。劳工团体伫劳动部头前大声抗议，因指出，之前华吉洗肠公司的员工申请霸凌的调查了后，所发现外部的调查委员是长期替公司处理劳资争议的律师，可能会有替资方讲话疑虑。劳工团体阁表示，劳动部伫今年有提出新的修法草案，内底也是无限制霸凌调查委员的资格，认为修法了后的调查程序也是无公平。只是一个条文上面的一个宣示而已哈，甚至完全没有对于外部这个委员的资格给予一个限定我想往往这个决定权都会是在资方的手上，很难对我们这个申诉人会有一个保障跟保护的机制。劳工团体强调，这个劳动部提出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法草案，内底清楚写讲，头家对这场霸凌的调查应该爱客观公平，嘛要让当事人会当完整表达伊的意见，说不说明安怎叫做公平，认为条文的内容有欠点。劳动部回应，这个修法的内容只是母法的原则，未来会伫细节内底补充。外部调查委员他们的这个条件利益回避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是参照性别平等工作法，会在未来的附属法规以及行政规则里面去补充这一些细节的问题，以及这个个案性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个华吉洗肠公司的霸凌事件，劳动部嘛表示会按照行政程序，请相关的单位去处理，让申诉人的权利会当得到保障。记者桂宗林、王兴忠台北报道。台南机场自从这新冠疫情了后呢，真侪国际航线拢已经停飞。最近呢，这市政府是宣布在年底之前要重新来启用，直接飞去到日本、新本，也有奥克纳瓦的2条国际航线，希望会当来提悬台南的观光发展。民众到台南机场准备登机，不过大部分拢是坐国内航线，所以机场内底等的民众也无多，使用率无悬。主要原因就是自去年疫情冲击了后，台南机场国际航线大部分停飞。甚至去年由仙台、清迈等包机复飞，不过一直缺少固定航班。总算伫今年底有直飞新本、奥克纳瓦2条国际航线。这边有到日本，我觉得还算不错，还不错。对。所以以往这边都只有到澎湖的班机而已。对，大概。如果票价差了可能1-2万块，对，还是会去从桃园那边出发这样。如果我们可以直接从台南飞日本的话，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台南登机飞越南航线1年半进前停止了后，市府积极争取拓展各航线，希望能带动台南观光甲都市发展。不过要面对提醒，要做好交通转接延续航线。这2条航线将为我们带来日本的游客。我们观旅局后续也会积极整合市府的各项资源，然后提供日本游客一个好的旅游环境。如果出了台南机场之后，这些观光客会不会寸步难行？早上9点50，如果你错过了这班，你就必须等到下午1点50，你等于午餐也没着落了。而且另外，现在交通局的公车的司机是非常的不足，所以这部分一定要抢在年底之前。按照规划，新本航线12月23第一班，每礼拜2到5会飞；奥克纳瓦伫12月25是第一班，每礼拜4日会飞。初期国维持每礼拜2班，市府强调2条新航线开通了后，望吸引更较侪日本旅客来台南，会继续争取其他航线。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英国曼彻斯特一座犹太教堂呢是发生攻击的事件，有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原来这凶手呢是一个35岁叙利亚的男性，伊互警方当场甲伊弹死。也因为事故迄天呢，拄好是犹太教的节日，所以警方是认定这是针对犹太人的这恐怖攻击，有3个人互掠起来。曼彻斯特警方初二早起9点31分接到西顿公园米道顿路的犹太教堂发生汽车冲突通报了后，马上向重大攻击事件来处理。案发当日是犹太教一年内底上新兴的节日赎罪日，教堂内底有真侪犹太人。远景赶教堂看到一个查甫人提刀堵路人，是要闯入教堂内底。现场的录影画面显示，武警警察将歹徒压倒在地，大声警告围观的民众，讲身躯有炸弹，爱民众赶紧离开。歹徒拼命抵抗，是要起身的时阵，互官警开枪弹死。迄时阵是9点38分，离接到报案敢若7分钟的时间。Well, it's obviously it's a bit eerie. Obviously, no one knows the full story of what's gone on yet, but we know the basics, and it's devastating to hear on the holiest day of the year for the Jewish community. 首相施卡尔当日原本伫南非哥本哈根参加欧盟领袖峰会，接到通知了后，马上登伦敦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了后伫记者会宣布，这是一件针对犹太人来的恐怖攻击，下令伫全国犹太教堂四周围加强维安警力。Today's horrific incident shows why. And while this is not a new hate, this is something Jews have always lived with. We must be clear. It is a hatred that is rising once again, and Britain must defeat it once again. 警方事后公布，歹徒是一个35岁叙利亚的查甫人夏麦，伊细汉时阵入禀英国，2006年得到英国公民身份时阵还未成年。这案件另外还有3人因为涉嫌委托收庇，加煽动恐怖主义行动被掠。2013年10月7日，警察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反犹太受痕攻击数量增加真多，敢若是去年就超过3500件。曼彻斯特攻击案件传出了后，美国东西两岸举行赎罪日活动的犹太教堂，也拢提高警戒，加强安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这法国一个大城市呢，即马搁咧发动示威啊，全国是有60万人来响应，就是为着要来抗议政府减预算，就是牺牲劳工甲青年的权利，包括巴黎在内，真侪大这交通甲公共设施拢冻点，甚至连 Eiffel 铁塔也拢关门。规条路拢是抗议的民众，因邮报条顶头写抗议被镇压，民主建立危机。结果唔通搁再讲当作柳丁直接批评马克宏政府的政策，只可来牺牲劳工甲青年。自雷恩到巴黎，法国全国刚才发生反政府示威，工会讲有60万人参加，大声喊拒绝尊节，反对新政府减缩预算。不过法国内政部讲只可能195000人参加。Nous, principalement, en fait, c'est la continuité des 2 premières journées de mobilisation. On aurait préféré qu'elle n'ait pas lieu si le Premier ministre n'avait pas encore une fois proposé un budget d'austérité. Et c'est pour ça qu'on se retrouve une nouvelle fois ici. L'idée, c'est bien sûr de retrouver un maximum de camarades. 法国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那交通运输无行，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宣布关起来，真侪观光客来无法度去哩，真失望。不过也理解罢工的诉求。That's understandable due to the fact that it's a fight for their own rights. So I guess it's an acceptable excuse for the strike. 抗议民众内面有真侪学生甲青年的专业人士，因认为政府几多年来尊节政策，只可能照顾财团、医疗甲教育资源愈来愈少，新世代无希望。De la jeunesse, du monde du travail, contre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e ce gouvernement, qui franchement est une politique de casse budgétaire, qui est une politique qu'on voit depuis des années, qui est au service des milliardaires, qui va jamais dans le sens de la jeunesse et du monde du travail. 示威也引起国会甲政治对抗，反对派批评马克宏甲新任的总理勒克努，也未提出完整的内阁甲预算，就拄到3遍全国性示威。De la configuration actuelle, si on veut débloquer la situation aujourd'hui, ça passe par le dépar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par l'organisation d'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nticipée. Et on
tout cas, c'est la position qui est la nôtre et nous continuerons à la défendre. 马克宏的任期只敢剩18个月，支持都是一厘半。伫经济愈来愈悬，议会分裂，政府直咧杀军事计划，也过互民众正反弹。虽然大部分的抗议拢和平直咧进行，也过社会逼损是愈来愈深，就看怎么政府要安怎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继续登来关心，咱花莲光复乡这灾后复原已经看到进度啊。前进协调所是表示讲，即马家家户户涂抹呢，中昼进前拢已经清甲差不多，下晡开始会来清理车路，也来摒粪扫。未来这重点是放伫学校的中间，希望学生囡仔会当赶紧转去上课。另外，这临时保护的部分呢，是预计伫10月初4会当完成基本的保护。化学兵部队出动各种消毒设备，针对公共设施进行消毒。总共已经半暝，国军协助灾后复原的脚步嘛无停落来。早起前进协调所报告上新的工作进度，一定初3中昼进前，家户的消毒清理会当100%完成。过道了后，会放伫道路的清理甲粪扫的清理。那我们预计在中秋节以前，也就是这1-2天，会把道路的清淤工作全部完成。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是45%，我们在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土量的这个总堆积量已经到达了65000多公吨，所以说这个量非常大。我们今天预计清除的量要达到13000吨。桂林城进一步表示，未来工作重点是恭贺上港、恭贺各中的学校清理，希望和学生囡仔提早复课。除了加速清理，保护加强原来有新进度，临时保护一定10月初4完成基本保护，后续原来加强关渡，也加顿河10支。目前的执行已经有80%以上，那我们评估明天就可以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就是3公尺土堤的建构完成。其实已经达到一定的保护标准，理论上，除非有大雨，否则是不会进入市区。根据高雄桥规划的3阶段抢修策略，测试现场天气真好，头一阶段的暗港变道工程进度也比预定的超前，目前暂定10月15前完成。光复乡灾情严重，一寡民众甲团体拢会热心捐赠物资，煞原来传出乱象。即阵有志工伫面册社团讲，伫救灾物资发放现场，有部分的人一直中伏来领，甚至大量囤卫生纸杆甲试管，地属资源分配出现假乱。加派警力维持交通的安全跟这个民众的安全，所有在灾区临时发生志工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马上可以请教这些警察。因为中秋连假要到啊，前进协调所呼吁，唔是志工的民众唔通入去灾区，嘛研究专业的志工，像讲你有水电、木工这个专长的民众，协助灾后的重建工作。若是一般性的志工是适度前往灾区就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伫遮提醒各位志工，这救灾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是提醒讲，去到灾区呢，就爱注意卫生。也那卫福部的处长曾林祥，伊是表示讲，其实灾区呢，这病菌无较侪，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另外，总协调官桂连成，伊是表示讲，当地要是真欠志工，希望大家赶紧来到沙工。为各地内的山条志工，大家摕山条伫清涂，毋过对人车经过现场涂粉赢赢飞。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进前表示，志工入去灾区可能会破病，也是甲病菌炸出去，提醒大家爱注意卫生。卫福部处长曾仁祥原来有做出回应。当届流感跟可能我们这边非灾区的其实都差不多了哈，没有说被带出来。我只有提醒注意，专业上是不适合太多人进到灾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初二表示，现场超过1500志工，不过花莲光复乡的救灾进度，尤其伫车路的清理，敢若达成30%，也需要志工协助。我们对志工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停止的，你的体力认为够的。你都可以参加这个志工的团体到我们的灾区来协助。如果没有做好整体性的一个消毒或是规划的话，是不是真的会把病毒带到全国各地去？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注意个人卫生，不要让自己受伤。
大家还是欢迎来这边帮忙。医师提醒，真侪职工可能因为天气热无挂喙暗，毋过长期伫土粉甲喙油的环境中工作，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甚至出现气管喘恶化的情形。感染权威科医师黄国斌表示，建议职工去灾区的时阵，上好弄较长的厚手套，也甲外口热急的喙暗，衫上好穿牛仔布料较勇，啊，佮有爱穿长遐讲，才会当保护到脚。一般来讲，风灾以后比较常见的类鼻涕的感染人体有主要2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经过呼吸道哦，那它在飞沫里面带有这种细菌。那这种病菌，假如说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可能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肺炎。医师表示，若是救灾职工伫灾区出现呼吸道还是胃肠镜头，上好赶紧就医，才袂延误病情，通及时治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强化轮性特别预算的，即马相关的作业拢已经完成，望会当赶紧来参透。也若这花莲光复乡救灾的行动呢，行政院是规划来修正防灾特别条例，追加200亿的预算来帮助灾区。也毋过鲍坤基伊是认为讲，应该爱启动国赔。也若杜英泰伊回应讲，追加预算甲国赔并无冲突。只有这个特别预算通过了以后，国家才能进行普发现金。行政院长杜英泰伫立法院报告包括普发现金的强化轮性特别预算，讲先期作业拢已经完成，希望立法院赶紧参透。也若对花莲光复乡马大安区帮山湖灾情，行政院规划修正，但若是防灾特别条例，追加200亿预算纳入花莲灾区。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讲，主要是中央部会所致，应该按国家赔偿。国赔有国赔的法定程序跟条件，那对灾区的整个抢救跟补助有它急迫性的需要，所以这2个并不相冲突。如果提出一个以200亿规模为基础的这个追加预算，是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马上就来执行。杜英泰讲，协助花莲用追加预算效率上紧，甲国赔并无冲突。不过国民党团也是希望提特别条例，请行政院能够这个回心转意，支持我们国民党党团所提出的灾后的重建条例。我们还是一句话，救灾为先。有媒体人士讲，光复乡长林清水8月时阵就不有经过帮山湖风险的声音档，不过中央无重视。现在目前不要用片段的讯息去揣测任何一件事情，那相关的调查，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相关的调查。现在最重要还是以救灾为主。我们签约的部分已经差不多完成，那现在着重的部分可能会是在那个道路的部分，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部分。那我们会持续因应这个地方的需求。也若国军是毋是派更加侪人力来救灾？国防部长郭立雄讲，会继续配合地方的需求来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回，这花莲光复局中呢是受到大水损断校队的训练，也受到真大影响。运动部是表示讲，会帮助因刷去到花莲市其他学校来训练，也若交通费是会倒出。另外，伫设备的部分呢，卖报请行政院来纳入灾后重建计划。野球场8外米直线的电竞跑道和脚球场，拢有土地算断去。花莲光复局中这几工。众人协助摒扫，渐渐恢复，预计后礼拜复课。运动部处长陈世忠催你代表部长李勇来校勘察运动设施损坏的情形，了解几内校队后摆要怎训练。田径队可能要到东华大学啦，或者是华农。那棒球队可能需要到瑞穗国中等等，那都需要搭火车。运动部表示讲，校设施设备全部拢废弃，请关教育处报行政院纳入灾后重建计划。另外，因为重建有过1年，运动部会指引学生通勤训练的费用。另外一方面，立委林俊宪吹三讲，运动部经费增加到248亿，推动将近10年运动台湾2.0计划，总经费也是维持3.8亿。不过，地方政府申请计划自备款的比例数来提悬，以台南市做例，原本是12%。115年度却提悬到30%。像台南市他们跟我反映，有12%提高到30%，他们几乎过去例行的活动都无法办理了。在今年7月份找县市政府来谈的时候，然后还是要依照主计总处的这样一个财力分级，台南市的第3级
好，所以对应过来，他们自筹的比例要到达30%。林俊宪认为讲，向阳条款地方的自备款比例，民间团体记载袂调，慢运动部鼓励全民规律运动的目标倒摆。运动部解释讲，这一照主计总处对县市在地登记的分级，因分级搁咧讨论调整，了会根据上新的机制来做补助比例的调整。原则上，财政歹的县市是降低自备款，好的县市就调悬来做便帮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推动这个运动以外，也来关心这做运动甲练身体的权益。有一间这连锁的健身房，全真有间呢是宣布破产甲停业。有民意代表是要求政府得爱提供协助，保障消费者甲劳工的权益。根据统计，这间连锁的健身房呢，伊的会员是差不多有4万外人，也就是讲这争议款恐惊是会超过4亿。行政院消保处表示讲，会找主管机关做伙来开会甲讨论。无排除会拍团体诉讼。全真瑜伽进前宣布10月起停业，互4万的会员甲一海教练员工甲配合厂商维护反应。13早起便代表开记者会，找受害民众等代表参加，呼吁政府爱保障受害者权益。明明都要倒闭了，还推出什么3+1的方案，吸金吸最后一波，然后倒闭，这跟诈骗集团还有什么两样？后面司法程序谁来跑？民众表示，过去因为伫全真瑜伽运动10几年，才会继续买会员，想袂到业者煞宣布破产。受害配合厂商表示，几个月之前因就开始欠钱，统计目前就因一间厂商就被欠将近100万，初估目前有10多间厂商也受害，金额差不多2000万。全真的是真的比诈骗集团还诈骗呢！对啊，从头到尾就是骗厂商、骗会员。高层的人吸饱之后，那我们这些厂商还是拿不到钱啊。受害民众厂商甲员工一直增加，运动部表示，若民众需要团体诉讼的专业协助，劳动部回应进前已经限制全真代表人出境，劳工应申请工资点偿。特别是体育局指出，接受业者有收款信托的永庆银行，已经伫初级公告，即马开始受理会员申请退钱，按算申请2个月了后会完成。行政消保处呼吁，用信用卡遇害民众把握时候提出信用卡争议款。消费者受害的人数很多，那请他们考虑到这个有高度的公益性的情况下，来进行这样的团体诉讼。那因为进行团体诉讼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消费者也不用花钱啦。行政消保处表示，下礼拜会找各主管机关共同讨论建议影响办法，佮对外发公告。民意代表认为，主管机关应该全面检讨以ful行高级的消费者保障，才会求偿找无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苗栗这桩随机伤害案，这个查甫人呢是举刀啊，甲人拄，拢总有3个人受伤。迄当阵这里长拄啊好伫个现场，所以有随报警察来处理。目前这个伤势较重的姓丁的查某囡仔已经顺利完成手术，送去到加护病房继续咧观察。那警方是表示讲，这个姓区的嫌犯呢，其实伊是有前科，仅又搁再犯案，所以目前是照杀人未遂的罪嫌来加以侦办。现场记录器有翕到伫安全部县区的嫌犯，倒手提刀啊，抬伫路行放学的学生囡仔，伫超商前随机救一个查某囡仔，煞来对伊的胸坎拄一刀。一个安全班的女老师随向前救人，其他学生囡仔看这情形紧走，倒伫对面的里长有看到伊抬人的规个过程。他被人擦伤，我们是有心无力啊，我们只能等待救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医护专业，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救援。里长讲，当时伫门口甲林长开讲，听到对面学生囡仔喊休，赶紧去协助。县区的嫌犯先伫超商伤害姓齐的查某囡仔，尾仔姓林的查甫人向前走至，嘛叫拄着伤。尾仔嫌犯搁走去超商外拄伤姓丁的查某囡仔。警方随后伫嫌犯住的所在抓着人，不过地方出现这种治安事件，造成每一个人心拢真惊。我觉得政府这应该要修法啊，像这种不然这种放出来之后是不定时炸弹。嫌犯2015年犯下伤人案，今年3月才拄啊出狱，这届搁伫同一间超商犯案，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11岁姓丁的学生囡仔胸坎口拄着伤，转往台中中国附医救治，目前喘气血压稳定，伫加护病房观察治疗。苗栗县政府已经启动互动专案，要确保学生囡仔去上课甲放学期间的安全。我不认为这种炸弹很多了，这个
五家戏、五家规，我认为也不多了啊。这真的是我认为他心情怎么样，报道怎么样，你不可以做这种事。那既然做了，他就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警方表示，嫌犯出狱了后，依照出狱人口管理办法，每个月会加强访视。另外，因为伊是毒品代管人口，每3个月拢会验救。这届刷过犯案，嘛当地查清楚伊到底啥目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茶米芳若准有本色味，到底是要安怎呢？来看2025年这南投世界茶叶普及会明仔载就要开始。南投民间乡的茶农反焚化炉的自救会，也有一寡环保团体，今仔日早起是去到县政府来陈情，要求要停止起焚化炉的计划，就是为着保护在地的茶叶。没有茶婆，拒盖民间焚化炉。南投县民间乡的茶农反焚化炉自救会，甲其他环保团体做伙发口号，伫南投世界茶叶普及会开播的前一天，到县府头前抗议，要求县府唔通伫民间乡起焚化炉，这是真正咧守护地产业。茶农业批评县府甲民间围做特定农业区，说要伫遮起焚化炉。在这个农产品产地设置了一个焚化炉，这里的所有农产品的销售会冠上产地有焚化炉。环保局家吼，嘛要报宣传咱的南投的好茶、好啉、都香，吼，这我会真认真。南投民间有医师嘛表示，民间的地形会互污染物真歹散去。2022年的资料嘛显示，民间人得到气酸感的比例是全县第2关。希望县府唔通伫民间设焚化炉。医生的立场，甲一般人较共款。都是反对，因为焚化炉一定会产生戴奥辛。县府还有环保局，一切就是依法办理。那也期待民众能够理性的看待南投的垃圾处理的问题。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指出，针对民众的诉求，会来自后续的环境影响评估，进一步讨论。定数上也会由专家做严格审查。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看今麦这无人机除了送医疗物资以外，嘛会当来送货。这是新竹关会中心的，创全台湾头一个是试办用无人机来送货，5公里的路程嘛对30分钟缩短到剩10分钟尔尔。这关会中心是希望讲，这未来会当真做是紧急医疗救援的方式。可以吗？好。甲装货箱啊放伫无人机，准备甲货对关会中心送去病院。过程中有 GPS 定位，操作人员只要看电脑确认5公里的车程，自本来半点钟，即马利用无人机只要10分钟，就当顺利送到位。如果遇到所谓的天灾或者是战争的时候，那血品的运输基本上在路段、桥段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有及时上路上的运输就会遇到阻断。在测试飞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用温度计录器，那实时在监测它在运送过程中血品的运送的温度都必须维持在1到10度。过去拢是利用车载的方式，唔拿了时间，上惊的就是塞车，万一拄到天然灾害，也是紧急的时阵，更加紧张。新竹关会中心就用无人机来送货，这嘛是创全国大胜。现在的无人机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跟进步，所以我们有思考到，如果用医疗用血采用无人机来运送，应该会有在时效上面，还有救人的这个及时性上面会更有效率，会更好。未来我们是希望朝向定期的那提供医院紧急用血的一个方式。新竹关会中心指出，过程中除了温度要控制在10度以内，也需要确保稳定甲安全性。目前无人机送货搁伫试验阶段，希望未来建立出完整的紧急用货救援方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早前这农民呢会伫田园内底来插一支竹啊，顶边呢是放3道香甲金纸，互人号做是土地公拐，主要就是为着要来祈求丰收甲平安。今年云林这哪来福德宫呢是甲在地囡仔来做1200支土地公拐，要送互地方的农民。对竹仔拿错一寡竹仔，甲3支香也个金纸插伫咧竹仔头前，这就是一般所讲的土地公拐。以前农民伫咧中秋节土地公生的时阵，
田头田尾拢会插土地公拐，希望土地公保庇丰收。到8月14日啊，甲15月再去人查呢啦。即讲我意思讲啊，我查看保庇我，因为行就是那一支拐啊共款哦，土地公来遮顺看看，有法度希望讲今年大丰收啦。云林的农民讲，中秋节是土地公生，以前农民为着要祈求农作物会当丰收，拢会传土地公拐插伫咧田里。不过这种习俗慢慢消失。今年林瑞乡九境福德宫就甲在地学生做1200支土地公拐，送予在地农民。从来没有做过，第一次。拿回家之后就插在我们的田里面。传统的土地公的纪念历史。啊，无咱即摆的情况拢未记好，插土地公拐啦，要安怎拜祭哦，怎样？庙方讲，即马农机具愈来愈普及，愈来愈进步，正罕咧看农民插土地公拐。希望这边教囡仔做土地公拐，送予农民插，会当互大家更加了解这种地方习俗的历史甲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有民代呢是建议设置台语的实验学校，希望讲除了发展台语以外，也互偏乡的小学会当转型发展出因的特色。那县政府是表示讲，目前呢，这县内实验学校数量已经进步，所以有台本的这朴树生呢是建议讲，若准设学校是有困难，安尼会当先对台语专班来开始。老师用全台语教学上课。宜兰的黎明大溪甲公正国小申请国教署推动进拖式台湾语计划，伫教室是有布置台语思维，要用于学生的生活内底。因为我教的都是低年级，那年纪小的小朋友讲台语，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可爱。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是从小让他讲台语。我目前接触到的低年级小朋友对台语的认识是非常少的，甚至完全不会听也不会讲。那我可以一点点的带入，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去认识。老师充满热情推广台语，不过时代无同，台语伫新生代的生活内底慢慢的消失。宜兰有民意代表建议，伫县内设置台语实验校，除了希望复兴台语，嘛希望伫偏乡有采并危机的小学转型，多给少减坏危机。这样的话，应该可以试办啦。台语卖冒落去啊！你台语若冒落去。根本后盖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讲。宜兰县呢，对于推动本土语教育，很积极努力。县政府讲，县内公办公营实验校名也已经定啊，有积极在推动本土甲教育，学生会当申请认证领奖励金，嘛鼓励校申请国教署推动进拖式的台湾语计划。不过，台湾朴树生认为，县内这款推广台语的量能并无够呀。县长若是设置台语实验校有困难，会当先开设专班。其实咱嘛会当思考讲，若是无法度做一个有台语学校，嘛会当对台语的专班开始来推广。县政府回应讲，宜兰学习台语的环境先天就比六都较好。县政府已经积极来推动，会继续鼓励学校和台语用于学生的生活内底。记者综合报道。那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2度，那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要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